这样可以，可以，好，可以。带咱大家来认识，带咱大家来认识。哦，对不起，你们在叫我哈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今天是农历新春礼拜，这样可以。好，谢谢。可以再给敏哲一支麦克风吗？没有，哦。各位主内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新年恭喜！吼，咱礼拜伫3分钟，吼，咱就要搁开始吼，咱的礼拜要开始，所以请咱的兄弟会当就坐咱的座位吼，会当先往头前来坐，吼，今仔日嘛有对北，吼，来到咱的教会吼，要来甲你介绍，要来欢迎吼，所以请咱的兄弟尽量。头前的座位来坐，好不好？好。这边比较高。test， 好，大家早上，好，新年恭喜，好，我们今天的礼拜呢，好，我们在尽量弄跟家人坐在一起啊，那我们等下介绍的时候可以一家一家站起来介绍这样子，好，啊，如果介绍不到的话呢，好，就自己介绍，自己介绍，啊，另外就是讲咱今日的奉献啊，是我们要到台前来奉献。好，所以咱台前有2个奉献箱啊，啊，3楼的后面也有一个奉献箱，
好，所以咱的奉献当先预备好，咱要奉献时再来到台前来投奉献，好，所以请大家先预备，好，我们的礼拜马上开始啊。那感谢大家呢，透早就来教会，好，这回来敬拜上帝，一年的开始，好，咱用感恩的心来入伊的门，用俄热的心来入伊的院哦，好，来感谢神，来赞美神，好，在新的一年，好，赐福在我们当中。另外，我们在礼拜结束之后，也有拍这个家庭照，好，那我们按照那个有登记的顺序哦，好，那有登记的拍家庭照的，好，我们会在礼拜结束之后，在2楼礼拜堂，好，底下来拍好家庭的照片，好，那些照片呢，可以放在迦南教会60周年的这个特刊当中，啊，当然被可以提供也是可以啊，好，但是欢迎大家好可以留下来参加。好，拍照，好，我们会按照登记的名单，好，如果还没有登记，现在登记还在1楼还有地方可以登记哦，现在有32个家庭的，忘记登记哦，也没有关系哦，我们这个立皇兄哦，现场排队。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新年恭喜，大家新年恭喜。感谢主，一天开启，咱有这福分来到上帝的殿内底来，做伙敬拜阿罗主，从新的一年一开始呢，咱就交托主。耶稣，我们一起来为教会祝福，一起来爱教会，为教会的一切所需要来祷告，求主恩待跟祝福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，我们心中充满信心，来面对一切的挑战，像耶稣一样的爱，勇敢面对一切。一起继续同心合意，一起跟随耶稣。谢谢耶稣。
上帝祝福你。
将阳光归予咱的上帝。咱做伙来吟圣诗第435首，等咱大家来吟诗，请吟全首。同心来祈祷，亲爱的主上帝，你是对离世到暗暝保护阮的主，你是阮的避难所，阮的关台，阮的石盘，阮的救主。除你以外，阮无别项通夸口；除你以外，阮无所依爱。主是阮一生的快乐甲产业，伫旧年一年的结束甲开始。感谢主，透过新春礼拜，组织你的儿女来到圣所，用节期来数算上主你无改变的疼。时间一年搁一年经过，有时当阮安然自在的日子，阮煞袂记你归荣光互主；也有时当阮好势好势的时，阮也无倚靠主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，互阮搁一摆，互你来吸引，互你来引带。互每一个囝儿拢甲你有亲密和谐的关系，毋是靠成功，毋是靠健康，是我靠上主你的应允，无气杀，无对阮生气。互阮的喙来称赞你的名，互阮的手做主动工，互阮的脚行去报扬好消息，互阮的心拍摆幸福伫你。感谢主，互嘉南教会徛起建立60周年。愿主使用每一个机会活动，互兄弟姊妹的心对主热情，忠心侍奉，听教诲。主是阮生命的光，是阮行为的模范，互阮搁较侪亲像你，明白你，我靠你，献上阮的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救恩的名，阿门。请咱做伙来启应，伫信息后面，启文第22篇就是诗篇95篇，启文22篇就是诗篇95篇。
来啊，咱来唱歌学乐上主，咱来称赞，请求咱的保护者，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，要对伊唱欢喜的歌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，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。伊当下地极深的所在，极悬的山峰嘛伫伊手内，伊创造海洋，大海属伊。伊嘛亲手创造地，来啊，咱来鞠躬敬拜伊，咱来跪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。咱是伊无面。那么，请天路克诗班来献诗，所要吟的诗歌是《唯生盼望》，唯生盼望。感谢主，荣光归予主。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，记载两位的圣经，旧约圣经民数记21章第40到第9节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0章12到16节。民数记21章第4节，以色列人对何尼山出发，驶过以东的地，往红海路行，伫路里因的心真烦。就埋怨上帝甲摩西讲：“恁是安怎带阮出埃及，互阮来死伫即个旷野？
才无食米无水，阮嘛无爱搁食即个白正无米的物件。上主就派火蛇入去人民的中间，甲因。以色列人死真多，人民就去甲摩西讲：阮有犯罪，因为阮讲话攻击上主甲你，请你求上主甲遮个蛇赶离开阮。摩西就为人民祈求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煮一尾蛇吊伫旗杆顶，所有互蛇夹着的，一个看就会活。摩西就煮一尾铜蛇吊伫旗杆顶，所有互蛇夹着的，一个看即尾铜蛇就活。第二位圣经，马太福音第10章12到16节。恁入去厝内时，就甲因请安。即个人若愿意接待恁，就将恁的平安互因；若无愿意接待恁，就将平安收回。毋接待恁、毋听恁的话的人，恁离开迄间厝，也是迄个城的时，就将恁骹里的土粉搬互因清去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伫审判的日，索多玛佮蛾摩拉地区所受的刑罚，会比迄个城所受的佮较好忍受。就知我找恁出去，亲像送羊入去豺狼的中间，所以就亲像蛇遐尼灵巧，亲像粉鸟遐尼顺良。请本堂陈牧师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“灵巧亲像蛇，灵巧亲像蛇”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带领阮伫过去的旧历年，上帝互阮安然来经过，也伫新的一年的第一日，阮会当伫清早时来到伫教会，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，献上阮的感谢，也献上阮对主的阿乐，也献上阮伫这年来阮所要做一切，拢当有主你来引带。也愿上帝，你将你的恩典通过你的话语祝福伫阮每一个人的中间，互我会当带着上帝祝福的话，会当伫今年中间行出上帝所喜爱的道路。愿上帝你的福气赐福于我们当中，使我们福气临门，使我们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我们在主的面前向主献上感恩、感谢、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，新年恭喜！好，上帝听世间人祝福，就要亲像蛇蛇入来。好，神爱世人，祝福蛇进来。大家请说一次。好，大家知有围炉无？好，这是政府调查，国健署讲，一个人过年台湾人平均爱加几公斤？1.7公斤啊！哈，所以开始来捧看买啊！好，过年了啊！而且这是2年前的调查啊，咱最近2年啊，大家经济拢袂歹哦，所以咱爱注意咱的这个体重。好，有伫遮教大家3个方式啊，会当保春节不怕胖。好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跳绳。好，居家运动，不用去健身中心。好，虽然健身中心无开门，但是你让你厝内底没有绳子，可不可以跳？好，也可以跳。第二个呢，叫做平板支撑，捌做过无？好，平板支撑，好，这是训练我们的核心，好，就是好让人当安尼上下，好，让我们的肚子呢收小腹，好，让你肚子呢，好不会安尼下垂啊下坠。第三个呢，好是超慢跑啦，好，超慢跑。超慢跑呢，任何地方都可以来慢跑，好，可以燃脂，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，锻炼我们的肌肉，还可以血液循环，也不会伤膝盖。所以这3个运动呢，好，复习一下。第一个什么？第二个呢？平板支撑，好，平板支撑。第3个呢？超慢跑，好，最后咱大家呢过年食好，身体嘛要顾好，好，甲你隔壁讲。过年食好，身体嘛爱顾好。过年食好，身体嘛爱顾好。好，唔通过一个年9天假期多了几公斤，好，1.7公斤哦。好，虽然这个公斤呢，好是幸福肥啊，好，但是呢，好那个有一个说，这个阿嬷永远说，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啊，好，衫都穿无够烧呢，好，衫穿较济，买啦买寒，好，阿嬷讲，搁穿嘞，好，因为阿嬷觉得你冷啊，好，总是伫这个过年中间，好，今日是初1，好，1月29号，咱搁有几天的假期，还有，好，剩4天外啦，好，到初5礼拜天哦。
好，所以这礼拜中间9天的假期当中，我们有3天到教会来聚会来敬拜。好，但是呢，在民间的宗教习俗当中，过年就安怎？好，爱行村就爱去庙里，好拜天公、拜祖先、拜地基主、拜土地公、拜众神、拜财神。好啊，每一天都有真多这的节目。但是做一个基督徒需要走几位？好，去倒位？去教会。好，咱这个约翰福音第4章21节，耶稣讲：好，时刻将到，你们不在这山或在耶路撒冷敬拜天父。你们撒玛利亚人不知道你们所拜，但我们犹太人知道我们所拜的是谁，因为救恩是怎样从犹太人来的。好，23、24节我们一起来读。可是时刻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那真正敬拜天父的，要用心灵和真诚敬拜，这样的敬拜就是天父所爱的。上帝是灵，敬拜他的人必须以心灵和真诚敬拜。黄色的，请大家再读一次。那真正敬拜天父的，要用心灵和真诚敬拜，这样就敬拜就是天父所要的。好，所以基督徒唔免行村，唔免去到山顶的庙，也是海边的这去提香啊。其实咱是用咱的心灵甲真实，就当来敬拜上帝。好，今年古历年好是12生肖的什么年？蛇年。好，所以今日咧伫新春礼拜，牧师要送大家3尾蛇，3条蛇。好，第一条蛇叫做好运蛇进来。好，大家说一次。好运蛇进来。好，以前小时候呢，过新年都会唱这个，新年到，新年到，然后呢，穿新衣，戴新帽。好，请问你今天穿的是新衣的，请举手。1个、2个、3个。好，很少很少嘞。好，为什么大家都没有穿新衣呢？好，因为每天都在过年啊，大家都在换新衫。好，即摆较早是真正有过年才有在换新衫。好，第这个无啊。好，即摆是哇，随时都在换新衫。好，但是呢，这个新年穿新衣呢，好，其实我们要感谢谁呢？感谢这条蛇啊。好，好，咱伫过年时阵会当穿新衫。为什么要感谢这条蛇呢？好，创世纪的第2章到第3章。好，创世纪的第2章最后一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25节。那人跟他的妻子都光着身体，然而他们并不害羞。好，创世纪上帝创造世间人的时阵，有穿衫无穿衫？无穿衫。好，而且呢，大家拢赤身裸体啊，赤身露体，而且不觉得害羞。然后这一节完的下一节就是创世纪的第3章第1节，我们来读第1节。蛇是主上帝所创造的动物中最狡猾的。蛇问那女人：上帝真的禁止你们吃园子里任何果树的果子吗？一尾蛇蛇入去爱甸园的中间，对亚当夏娃下了迷魂药，让因对上帝话呢误煞煞。但是呢，这2节很特别，连在一起。好，但是光着身体跟最狡猾呢，好，在希伯来文当中，红色的都是同一个字哦。好，赤身露体，好，跟狡猾，在希伯来文当中是同一字哦。这同一字呢，好，放2节放在一起呢，好，其实有它的用意啊，用意。本来上帝创造人的形象是唔免穿衫，好，就真水，好，所以嘛唔惊寒，好嘛唔惊热，好，上帝给人呢像动物一样，好，就是不需要任何的衣物，好，来遮盖身体。但是呢，因为人犯了罪，好，离弃了上帝的诫命，结果呢，好，要用衣服来遮盖。所以呢，这个蛇呢，好，引诱夏娃，好，然后夏娃过去引诱亚当。所以呢，因就来无听上帝的话，所以发生悲惨的代志，好，就是呢，蛇爱用巴肚来爬，然后呢，查某人就爱生囡仔时阵，好，大大增加你怀孕的痛苦，还有生产的阵痛。然后呢，最辛苦的是男人啊，好，总共有3、4行啊。土地受到咒诅，好，土地长出杂草荆棘，
你要吃田间的野菜，要汗流满面才吃得饱。好，这个汗流满面的意思说，你要一直工作做到鼻子流汗。好，什么时候鼻子会流汗？好，鼻啊被流干啊，是做到就忝的时阵才会鼻子都流汗。但是呢，好，人没有听上帝的话，地受到咒诅，人要工作到汗流满面才能够填饱肚子，甚至呢一直工作直到你死啊。好，所以人无离开上帝，无听上帝的话，整个世界呢，好陷入到悲哀的这个惨境当中。但是上帝又完听世间人，好，所以最后的21节啊，好，蓝色这一段呢，你看得到，我们一起来念啊。主上帝用兽皮做衣服给亚当和他的妻子穿哦，所以今天我们过新年穿新衣，好，第一件衣服从哪里来？对上帝来，好，所以今天牧师也带了一件皮衣啊。好，安尼有没有像黄仁勋？没有像也没有关系。好啊，这是台湾之光啊。好，所以咱有当然有穿新衫啊。好，有这个衣服可以穿呢。好，其实呢是蛇好运蛇进来，好，也是蛇可以带给人有机会可以穿衣服。第二呢，第二条蛇呢叫做什么都好运啊。好，跟你旁边人说一次。什么都好运，好，有没有去过医院？有没有坐过救护车？好，有坐过救护车的人请举手。而且还蛮多人的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坐迄个救护车呢，好，较早救护车顶头拢有一个 mark， 好，这个 mark 是啥物呢？好，就是这个杆上面挂了一条蛇。好啊，这个是 WHO 好，世界卫生组织好，它的这个logo 好，也就是用这个圣经我们刚刚所读的民数记21章里面的故事好来做这个代表。好，虽然上个礼拜美国退出了 WHO 啊，好，但是呢，这个 WHO 还是对世界的卫生来讲是非常的重要。这个故事呢，好是对民数记的21章，好21章我们刚才所读的，就是因在这个旷野的中间，上帝要带经过红海，要行去红海的路，但是在路上的人民不耐烦，因为呢，他们不能走捷径，他们要绕过以东啊。以东是他们的亲戚啊，是这个以扫的后代，不爱互因过，所以他们必须要绕远路。爱行远的路，所以因就不爱行，就开始伫遐咧无爽快，就伫遐咧埋怨，甚至第50讲，因就伫遐攻击上帝，甲摩西讲，为什么甲阮带出埃及，互阮要死伫即个无物件通食、无水通啉的旷野呢？阮嘛无爱阁食这物件，什么物件？好，就是玛纳。好，他们已经在旷野吃到的玛纳，讲这个物件好食甲会鲜啊。好，因为什么好就爱过遮尔辛苦？但是呢，好，他们在那边埋怨的时候呢，好，上帝呢，安怎民数记后边，上帝就叫毒蛇，好，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，和本翻成火蛇，因为里面就是2个蛇，好，啊，这个蛇或是说燃烧，好，燃烧的蛇，好，叫做火蛇。上帝就派蛇入去百姓埋怨人的中间，然后呢，就夹这啦，叫蛇夹着安怎就死啊。但是呢，这百姓看到这蛇这厉害，好，因就知影代志不妙，好，讲啊，阮对不起，阮出恶言攻击上主，攻击摩西，好，阮甲你悔失咧，阮即马犯罪啊，求摩西你去拜托上帝，祈祷上帝，互这毒蛇、火蛇、燃烧的蛇离开我们。摩西人真好，就为这百姓为因祈祷。上帝甲摩西讲，即马你还去做一尾铜蛇。铜蛇挂在杆子上、柱子上，让所有被毒蛇咬的人望见这条蛇就能够存活。好，觉得哇！所以摩西呢，好，不是1秒钟制造，好，他还要去找铜，用铜造了蛇。好，在制造的过程当中，还是有很多人被蛇咬。等这尾铜蛇，好，摩西最后用管啊去管甲伊插起来时，好，人远远看到了这个记号，
好，蛇挂在杆子上面，哇，他的病就好了，好，病就好了。所以因为这个典故呢，好，也成为救护车、医院或是世界卫生组织好都所引用的，就是我们人会生病，但是生病呢，让我们有一个盼望，就是我们可以借着祷告，借着仰望，病能够得到医治啊。所以蛇呢，好带给我们一个盼望，好就是当咱破病的时阵，好今日看到有这个立青姐妈妈好伫过年中间跋倒，好可能过年中间好要看医生真无方便，但是咱会当透过祈祷，好咱会当甲上帝求啊，就会当得到活。这个铜蛇呢，尾啊到新约，耶稣也引用这个铜蛇的典故，好。约翰福音第3章1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14、15节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须照样被举起来，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。原来这条铜蛇代表什么？永生，代表永远的生命。今日好，咱破病，咱不一定都会甲上帝祈祷，咱会先找病院啊。但是咱犹原要仰望这条旷野当中的铜蛇，就是我们的永生的盼望。而下一节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读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一切的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个铜蛇其实就是代表我们好最喜欢的约翰福音3章16节，就是我们能够仰望上帝，仰望上帝，就会当得到救。无论世间亲像毒蛇，无论咱身体身躯都有什么款的病痛，总是咱当仰望上帝，咱就要得到救。还有后面17节，好，所以16节的前面、后面都很重要。我们再继续读17节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。所以上帝差遣伊的囝独生囝耶稣，亲像迄个蛇吊伫顶悬，伫十字架顶，就是爱让会当仰望这尾蛇来得到救啊。所以蛇好运蛇进来，让我们有衣服可以穿。好运什么都好运，让我们可以有得到永生的盼望。第3条蛇叫做什么都顺利，好，请大家说一次，什么都顺利。第3条蛇什么都顺利。刚才我们读到马太福音10章16节，我们再念一次，请要留意，我派遣你们出去，正像把羊送进狼群中。你们要像蛇一样机警，像鸽子一样温驯。好，有一个故事，好，有一个羊妈妈生了7只小羊。有一天，这个羊妈妈要去菜市场买菜，然后出门以前跟7只小羊公，好，外面有任何人敲门，可不可以开门？都不能开门哦，而且你们要注意的听，是不是妈妈的声音？要注意的看，是不是妈妈在外面哦？好，所以这7只小羊就说：“后我们会听话。”所以呢，这个妈妈出去买菜之后，谁来敲门了？大家都有听过，大野狼就来敲门了啊！就在那边叩叩叩叩叩叩。7只小羊说：“妈妈，你回来了吗？”外面说：“哦，我回来了。”这7只小羊说：“你这声音听起来不像我妈妈，你不是我妈妈，你是大野狼。”哇，这个大野狼说：“这些羊呢，好不是这么好骗。”所以呢，他又出去练习模仿，又跑回来叩叩叩叩叩叩，说小羊说：“妈妈，你回来了吗？”这个大野狼就变声说：“对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”这个羊妈妈，这个小羊呢，这个声音听起来像妈妈。但是呢，从这个窗户看出去，这个手呢黑黑的，还有爪子。公，你不是我妈妈，你的手黑黑的，我妈妈手是白的，你是大野狼。我记得大野狼呢，好说这些羊呢真不好骗，所以呢又跑出去抹粪，好手上要涂粉，这次要扣，我回来了，手伸出来，白色的，这是妈妈的手。这个小羊说：“妈妈回来了，真的是妈妈。”一开门，
哇，是大野狼，哈一个，好，所有的羊就通通把它吞下去了。这时候羊妈妈回来之后呢，看到羊都不见了，门开开的，哇，很伤心，说小羊小羊，你们在哪里？接着有一只小羊从烟囱里面跑出来，说：“哥哥姐姐，他们通通被大野狼吃下去了。”好，羊妈妈赶快带着小羊跑去找，发现大野狼在树下安怎睡觉，所以羊妈妈安怎拿剪刀把大野狼肚子剪开，结果前面6只小羊都安怎一只一只蹦蹦蹦蹦都跑出来了。然后妈妈说小羊一人去搬一块安怎大石头。放回去大野狼的肚子，然后呢再缝起来。哦，这次大野狼都完全没有摸惊醒啊，好，就睡得很舒服。起来之后，大野狼觉得好渴，好渴，就跑去河边要啉水，啉一个安那那巴肚这重，就摔到河里面，最后就淹死。好，这个故事呢，是大野狼还有7只小羊的故事。但是呢，这个是格林童话的故事啊，好，它也是用马太福音第10章来改编哦，好，改编这个故事。但是耶稣说，他跟这一群马太福音第10章是12个门徒啊，说12个门徒，我差遣你们出去，正像把羊送进狼群中哦。有没有爸爸妈妈会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动物园的狼群的围笼当中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或是狮子群当中？没有。没一个爸爸妈妈会将自己的囡仔送到那个危险的所在、危险的地方。但是马太福音第10章，耶稣告诉12个门徒，这12个门徒要出去，想要得到永生，他们必须要愿意受差遣，而且要受差遣到哪里去？到狼群当中。这些狼不是吃素的。好，这些狼呢，好，他们真的是好真雄啊，真雄。但是耶稣，伊讲，咱要来传福音，咱要为耶稣来做见证。虽然这个世间非常的危险，送到狼群当中，好，非常的可怕。但是耶稣说，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。要灵巧像蛇，要温驯像鸽子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咱若要为做一个基督徒，为耶稣来做干净，我们必须要懂得如何在邪恶的世界当中来生存。好，请跟我说一次，在邪恶的世界当中来生存，在邪恶的世界当中来生存。很多的基督徒，好，他的想象就是要住在那个房子里面。好，过7只小羊的生活。好，外面大野狼抠，好，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么样的危险。很多的基督徒的爸爸妈妈，好，让自己的孩子也是生长在温室当中，无互伊吃苦，无互伊去外口这个世界这个引诱，无介意安怎去面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引诱。直到好伊。伫教会外口，受到真侪遮的引诱甲伤害，但是耶稣讲灵巧像蛇，不是出去时候，而是在训练的时候，在装备的时候，就要灵巧像蛇。爱知影这个世间的危险伫倒位，所以后面的经文呢，后面又继续说，甚至呢有人甲你告，为着传福音有人甲你拍。甚至为了耶稣来做干净，去有人来击杀，好，在君王的面前，在统治者的面前接受人的审问。但是耶稣说不用怕，好，因为呢，你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回答。这段圣经呢，在马太福音记载，马可福音也记载，路加福音也记载。马可福音记载说，你们在外邦人面前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，不所说的不是自己的话，而是圣灵借着你们说话，使我们能够灵巧像蛇，是圣灵帮助我们。好，跟你旁边说，我们能够灵巧像蛇，是圣灵帮助我们。我们能够灵巧像蛇，是圣灵能够帮助我们。甚至路加福音21章也说，不用担心，不用害怕。甚至连你们一根头发也不至于失掉。最近牧师掉了很多头发，但是呢，要依靠上帝啊，一根头发怎样
都不会失掉。要坚忍才能够保全自己的生命、自己的性命。所以灵巧像蛇的意思呢，就是要懂得在狼群当中有警觉性，要懂得在邪恶的世界当中如何来生存。所以三条蛇啊，好，第一条蛇好就是好运蛇进来，第二条蛇什么都好运，第三条蛇好什么都顺利。好，这个是上个礼拜送给大家的春联。好，这礼拜好，大家再继续送给大家。左边的对联，我们先念左边的：如鹰长翅善腾，右边靠着耶稣得胜横批。主恩满溢，新春蒙福。好，我们要在自己的家好贴上这样的春联。好，因为这是出埃及逾越节的时候，羔羊的血让这个家的长子能够得救。好，我们有说长子不是只有肉体的长子，是属灵的长子。每个信耶稣的都是成为那个头生的、投胎的属灵的长子和长女啊。儿子还要带着三条蛇。好，第一条蛇就是要披戴基督，请大家说一次。好，将耶稣穿在我们的身上，上帝给咱的披衫披戴在我们的身上，好，来见证耶稣基督。第二条蛇什么都好运，就是要医治释放。好，请大家说一次。医治释放，咱人生会遇到艰苦甲病痛，但是我们要仰望铜蛇，神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所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的病能够得到医治，我们的捆绑能够得到释放，我们的人生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。第三条蛇什么都顺利，就是要怎么样？灵巧像蛇，要懂得如何在狼群当中来求生存，不要永远只有知道在教会当中好拢真和平，但是对于教会以外世界上面的凶恶好却都没有了解。愿上帝赏赐咱在蛇的一年中间，好，我们能够披戴基督，得到医治释放，还能够灵巧像蛇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在新的一年，让我在旧历年12生肖当中，我用蛇来对照圣经中间上帝你的话语甲教导，让我知影，虽然人有罪，总是耶稣用罪衫甲我抹，让我会当得到耶稣的掠砍，无过见笑，无过赤身裸体，让我当伫罪内面会当得到掠砍。也感谢主，通过上帝你所找来的铜蛇，让我们当来仰望主耶稣的十字架，让我们能够病得医治，让我们的重担能够得到释放，捆绑使那受压制的能够得自由。我们也感谢主耶稣差遣我们进入世界，如同羊进入狼群当中。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灵巧像蛇，要温驯像鸽子，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，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话语，成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教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在，让阮知影天父的疼，是伫阮的心中，也伫世间每一个人的心中。阮的献上感恩、祈祷、恳求，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。阿门。请咱来唱回应的诗，圣诗31首。天父疼咱世间众人，请起立唱全首。主
咱这个时阵要来奉献，吼，咱今日奉献是要来到伫台前，吼，啊，咱若是有准备奉献，会当吼，咱早咱的奉献，吼，伫今年的头一天，吼，咱就将上帝互咱的恩典来伫台前哦。咱若是伫2楼礼拜堂会当来到伫台前，吼，两边的奉献箱，啊，3楼的后面也有奉献箱，好，啊，咱奉献时阵，邀请咱大家来唱这首诗歌。主，我献上生命给你，好，我们这时候可以来到台前来奉献。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向大家站起来。主，我献上生命给你，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。主，我献上生命给你，愿我赞美神迹，能成为馨香。生命给你，主我献上，主我献上生命给你，用我们的生命，用我们的心灵，用我们的诚实来感谢上帝。你过去一年也带领，你新的一年也引创，愿上帝祝福你咱的中间。主掌权，求你的圣旨
耶稣基督做我们人生旅途的向导，带领我们走天国之路。求圣灵时常光照我们，扶持我们，使我们的思想言行能常常符合主的旨意。新的一年，求主赐给我们更多的信心、智慧，同心合一，为教会各项福音事工献上自己，使我们所做的都能得到主的祝福与恩赐，荣光归于主。感谢赞美主！现在献上神所赐的金钱、才能、时间，为主的圣工所用，求主悦纳。我们这样子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请坐，我们请陈牧师来报告。那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次来迦南教会做礼拜的家人朋友啊。好，这里有一位是汪顺弟兄，好，住在泰山街的地方，我们请汪弟兄好站起来，我们拍手来欢迎。好，那请坐啊。还有第一次来迦南教会的，我知道有那个敏哲长老的亲戚啊，好，来介绍一下哈。来，我是来对伫台北双联教会吼，陈金泉长老甲陈秀华老师吼，全家吼。好，请起立。好，请起立。好啊。我有看到是这个牧师娘的阿伯哦，好，他是在嘉义北龙教会哈，赖兆辉长老好，阿哥阿姆，还有牧师娘的这个姐姐啊，佳慧，我们泡泡来欢迎。好，还有没有第一次头几届来嘉南教会？有没有？好，那要介绍以前呢，我先来介绍哈，今天也是一个人来做礼拜的，几个人来？好，请举手一下，一个人来的。好，请你们站起来好不好？没有跟家人来的，好，请你们站起来。好，我们先拍手来欢迎你哦。好，你们都是我们的家人，好，我们都是你的家人。来，我们对这些人说，我们都是你的家人。我们都是你的家人。好，新年快乐。好，这些都是我们好自己来做礼拜的。好，请坐。好，请他这样。好，那他们可能是家人在外地，好，或是家人在国外，好，今天好没有办法来，但是我们都是他们的家人，阿们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好，这个介绍呢比较繁杂，好，我们先从楼上来介绍好了。好，楼上呢叫到的名字呢，就一个家庭就站起来。好，我们从楼上好看到是郑雄，好，郑雄兄的家庭，好，请起立让泡泡来欢迎。好，请坐。好，刚才一个的就不用好。那我看到是嘉平哦，是嘉平。好，来嘉平，好，嘉生，还有宝和姐有来吗？哦，宝和姐没有，嘉平、嘉生，好，来泡泡来欢迎。然后是那个纯展兄的家庭，好，纯展兄的家庭哦，5位都到了。哎，你今天也穿皮衣耶。好，请坐。好，然后在后面是那个启文的家庭啊，好，启文的家庭，好，蔡家安，好，邱明，还有嘉平，好，跟嘉英在后面，还有嘉平的儿子，好，请坐。好，然后嘉安的旁边是谁？我看不太到。好，刚有站起来过了是不是？好，那个浩宇有站起来过了。浩宇有。好那个好，那丰盛的家庭，好，丰盛秀会传道，好，那个大女儿玉涵，好，玉涵有来，好，然后再来是那个洪恩的家庭，好，洪恩，好，洪恩兄弟还有妈妈也有来，好，欢迎，好，请坐，然后主辉长老的家庭，好，嘉硕长老还有俊维。好，请坐。后面是谁？那个田恩的爸爸。田恩的爸爸妈妈顺丰夫妇，顺丰长老，田恩有来，维恩有来。好，敏和兄的家庭，敏和兄，好，恩典在楼下，好，你坐在一起。子君的爸爸。子君的爸爸，好，那个子君全家，子君。长月兄，佩仪，好，全家都到齐了哦。姐姐有来，好，新年快乐。
好啊，志香好，对，志香志香长老志香长老的全家好，在楼上哦，在楼上。哦，还有志香兄，因家族都有来啊，志香跟丽香，好，三兄弟的家庭都有来。好，许福昌长老，好啊，再是福昌长老的全家，后穷丢肉转给，新年光裕。哦，欢迎，好，好，苏伟，哦，美英长老美英姐，彭美英的转给，好，好，琼如跟水上兄，阿哥。红花姐哦，红花姐跟谁来？哦，李颖哦，好来，好，新年快乐。好，阿贤哦，对不起，慧芬好，慧芬跟隆恩好，还有那个秀清，好，然后楼上有没有没介绍到？都介绍到。好，来楼下。好，楼下我们从前面开始啊，好，那就从陈模全家，好，陈模全家一飞一怀，好，过来是这个哦，金富长老全家哦，寇长老全家，苏成，好，然后银军全家，然后哦婉伦也有来，好，钟义，好，对，还有应轩，好。好，都有到，好，欢迎，好，因即马线足远的啊，伫圣地亚哥，哈，阿哥伫美国哈，好，阿哥来是这个垂顺兄，好，垂顺兄夫妇，新年恭喜，儿子今日无来，好，阿哥来是士林传道，好，士林传道转给敏哲长老，好，淑美，好，阿哥来是秋红丢了转给，好，秋红丢了。哦，德恩好，宇恒、德佑，好，宇恒的先生，文杰长老，瑞君，哦，阿哥嘉瑜，哦，阿哥这个方元杰，好，方元杰，哦，阿哥迄个许婷雅，好，婷雅的2个小孩啊，好，安琪是在哪一个？哦，恩宇、佳宇、真宇啊，好，拍手欢迎，哦。好德恩的太太哈，德恩的女儿，哇，这个加起来那15个人。宇恒的先生哈，宇恒的先生好，还有宇恒的儿子、女儿，好，阿哥文杰长老，哇，这家走真多，好真多哦。好，咱够一摆拍拍来欢迎。好，请坐。好，等一下记得要拍全家福哦。好，过来是子涵呀，好，子涵的全家。好，儿子女儿，这是孙子跟孙女。好，儿子等一下会来，好，孙子跟孙女，好，请坐。好，阿哥，耀中兄，好，耀中兄金流姐，好，阿木恩，好，阿家子轩，好，欢迎，好，好，阮岳父岳母，好，阮爸爸妈妈，好，我的牧师娘，好，我的三个儿子，还有牧师娘弟弟的儿子。请坐，好，昨天都在这边一起围炉过年。好后边是那个丽玲，好，丽玲，对不起，美英姐有介绍了吗？美英还没有介绍吧？没有，他们家很多人。好，那个文贵兄，好，美英姐，还有那个静佳，是静佳嘛？好，静佳的双胞胎，好，静佳的老婆，好，新年快乐。丽玲好，过来丽玲好，丽玲的妈妈跟显文兄、吴妈妈好，新年快乐。好，过来是这个秀凤姐啊，我看到秀凤姐哈，秀凤姐全家，然后秀凤姐的亲家哈，廖正道牧师啊，好，是我们这个门诺教会的中平路门诺教会的廖牧师啊，还是很年轻啊。好，现在廖牧师是秀凤姐的亲家，好，秀凤姐的女儿嘉文哈，交给廖牧师的儿子，好，现在也是传道，好，所以以后看到嘉文是传道娘啊，好，他们现在是去日本了，好，现在人在日本，好，请坐，欢迎你们。好，
好，过来后边是丽玲介绍了。好，那个大正跟迄个会大树英姐啊，大兴什么？大兴哈，大兴，我改名字好。哦，还有好毕坚兄，好毕坚兄，好跟女儿全家新年快乐。好，过来。春梅姐的儿子。哦，若轩跟那个申安，好，申安，好，新年快乐。好，不要过。雅美姐都叫盖小鬼，有开过来，好。后面端荣有，好，郑宇好，郑宇，哦，端荣跟郑宇，端荣执事哈，转给。好，还有女儿，好，这个雅竹，好，雅竹。好，啊，迄个素珠姐哈，周素珠。哦，素珠姐跟孙女，好，素珠姐。好，啊，看到阿婉姐哦，阿婉姐，天心兄，好，中文，好，中义长老，好，还有应轩，好，还有那个以前叫美将，现在叫做竹珍，好，竹珍，好，在南门市场，好，南门市场，好，现在有带儿子来，好，啊，林家，好，钟正兄，正宗兄，好，梁山的这个囝甲孙啊，好，哦，因这个家族，好，今年有人要结婚，好，啊，过来，文杰执事曼双，还爱你，好，爱你，好，啊，励志长老，好，陈励志长老，慈雅，啊，慈雅，好。还有慈普，好，新年快乐。好，啊，淑媛姐有带了，家己来嘛。哦，这叫介绍过哈，淑媛姐家己来。好，啊，还有头前啥物人？这位是对美国。不是，过去咱家你嘛做过美琪啊，美琪，好，美琪新年快乐，美琪姐新年快乐。好，燕婷，好，燕婷，哈，好，宾旭有来吗？哦，宾旭，宾旭啊，哇，好瘦哦。哦，燕婷，好，燕婷的先生，欢迎。好，慧玲老师的儿子女儿。王君平。好，君平全家。第乐。啊，李明进长老跟丽淑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重清兄，好，重清兄，翠芬长老。好，阿嘎君平、君毅在这里。啊，这家新闻姐有介绍过啊？新闻姐无介绍的。好，介绍过好后。一个人来的。好，啊，过来郑牧师好不好？哇，民聪。哦，民从兄，好，民从兄。民从兄，苏端红阳啊。哦，洪恩。洪恩。苏端，哇，好久不见，新年快乐。好，请坐。好，郑牧师跟郑牧师跟牧师娘。好。好。啊，迄个。重宴。哦，重宴。哎，哦，重宴。一凡。哦，重宴兄来，哎，对。啊，淑清，好，一凡、一文，好，还有一辉，哇，全家到齐。好。好，淑清长老的妈妈，好，跟淑清长老的弟弟，好，对鹿港做回来参加。哥。好，张鹏辉长老、碧霞姐，好，木轩跟木星。啊，迄个国州无介绍到。啊，国州家己来呀？赖国州敢家己来？国州。哦，国州兄你家己来呀？好。好。啊，这啊，中川呐，中川兄啦。中川兄。好，啊个，好，廖松辉长老、焕君、焕杰，还有严秀，好，还有俊妙，新年快乐。好。好，李红兄跟仁圣长老。好，安尼介绍20分钟啦。
好，好，还总算有没有还没有介绍的，请举手。哦，安尼好，安尼咱搁一届哈，甲大家拍拍，祝大家新年恭喜。好。所以咱看今年啊，一年一变安尼，好，新春盖小时好，能够全家一起来敬拜上帝，好，也希望今天有来的家人都可以等一下在礼拜后好来台前啊，我们就按照有登记的号码顺序哦，好啊来拍合照，好啊，每一个家庭最多就拍3张哦，好，不要拍10张哦，啊，无时间4张呀哦。啊，半身2张，全身2张，安尼立皇兄好加码多送1张安尼。好，98岁，好，98岁大新啊，秋风长老，啊，等一下秋风长老迄家族迄加起来20几个哦，好，等一下也一起上台安尼。好，啊，我直接几项报告吼，头一项就是咱今年是嘉南教会几年？几月几号10月30。好，10月31号，好，所以咱咧周报在报告有今年教会的各样活动。好，啊嘛欢迎大家当将这 schedule 家记落来，好，大家当踊跃来参加。好，今年的10月31号是嘉南教会设教60周年啊，好，所以是一假日，好，所以咱就是通过这个活动，好，要好好来庆祝，嘛来见证啊，上帝伫嘉南教会稳定甲疼。啊，另外咱为着要有鼓励60个洗礼，好，所以咱今年有这个初信造就的课程，好 A1 课程。如果还没有监洗礼，还是还没有成人洗礼，好，请大家把握机会。如果咱已经参加 A1， 要来参加 A2 是叫做什么班？长大成熟班。好，3月跟4月好，咱要开始来上课。好，然后咱伫过年过2月9号，好，咱要来开今年的会员合会是9点半。好，所以如果还没有拿到合会手册，好，咱有2个版本，一个是会友版，一个是同工版。好，啊，会友版你可以扫 QR code 就可以看到同工版里面的内容啊。好，啊，同工版是有帮里面把咱的预算，好，预算书完整的还有这个会计报告都有完整的印出来。好，啊，会友版就节省纸张，好，但是让我看 QR code， 好，所以还是可以看到一样完整的内容啊。好，另外就是咱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3，好，拢会伫33号的2楼，礼拜3好7点半，我记得什么祷告会？333的基督会好，所以咱是2月5号礼拜3 7点半至33号的新堂，好，咱2月主题是为工作好及学业来祷告，好，为工作及学业来祷告，好，特别是很多考完大学学测，好，现在准备要来写这个备审资料好的学生，好，也要来参加，好好为这个来祷告。另外，咱是第3月份呢，有第一梯次的宗教改革啊，好啊，目前是有11个报名，好，对，行社老板说，好，只要嘉南教会报名，还是可以用早鸟价，好来优惠，还是可以用，还就是继续为嘉南教会来延长啊，好，所以在我们楼下1楼有这个宗教改革之旅的这个DN 和行程，好，有兴趣，好，也带我们来参加，好，是3月份，好，去德国。咱伫2月份好，3月份还是有这个线上课程哦。好，另外呢，好，新春期间好，让这个教会聚会暂停，好，剩下5天，好，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好来读这个每日新眼光，好，跟灵修笔记。现在是读哪一卷书？民数记，好，所以请大家记得。好，报告到这，好，所以甲你的隔壁讲，好，祝你新的一年，上帝予你的福气满是。祝你新的一年，上帝予你的福气满是哦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祝福的诗歌，赐福于你。好，诗歌完，请陈牧师祝祷，请起立。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，愿主的历史。喜乐，天天充满你。
每天充满我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帮助与感动，与你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，使你们在新的一年能够如蛇披戴基督，在新的一年能够有蛇医治释放，在新的一年能够灵巧像蛇，温驯像鸽子，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阿们。那我们先请那个秋红长老的家族来到台上，我们秋红长老的家族请来到台下顶。好，那下一个是王丰盛，王丰盛家庭请准备。好，接下来是陈立志的家庭，然后再来是翠芬长老家庭，再来是淑清姐的家庭，再来是谢庆顺的家庭。再来是乐音，再来是明崇，再来是长叶，再来是陈柏志，再来是子涵，再来是素珠，再来是毕坚，再来是隆恩家平，再来是端荣，再来是琼如，再来是松辉，再来是张碧，再来是纯良，再来是耀中，接着是若轩，接着是福昌，接着是秋敏，接着是文贵，再来是木轩。再来是敏娟，再来是文煌，再来是春慧。资料可不可以播一下音乐？播《赐福于你》，你找一下。3月16。好，我们宗教改革是3月16到27。好，那请大家可以来拿那个第。